今次香港故宮博物館舉辦嘅天方奇譚伊斯蘭與世界文明的交織展覽，展出咗90件嘅珍貴文物，包括有唔同嘅瓷器、金屬工藝品、彩繪手稿同埋玉器等等。其中最重要嘅就係15幅展現咗伊斯蘭文化同埋中國文化有深厚聯繫嘅地毯。據講因為當時嘅貿易關係密切，所以地毯入邊嘅紋飾有唔少都帶有中國紋樣嘅影子，而入邊嘅紋飾就利用咗4大元素：幾何、對稱、圖像同埋花卉，交織出一張張美輪美奐嘅地毯。其中最大嘅一幅海德拉巴海日基安地毯，更加係長達16米。現場睇呢，的確係十分之震撼。展覽最後仲專登設置咗一啲地毯嘅仿製品，等大家可以喺參觀之餘，都可以親身咁樣感受到地毯嘅質感。如果對伊斯蘭世界文明感興趣嘅朋友，就千祈唔好錯過啦！